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透过今日节目，咱们好好讨论这个社会企业到底是什么物件。今日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来宾，伊是 Telepresence Robot 机器人，代表着行政院所谓这政委哦，来到咱节目现场，咱邀请到邓峰。你好，你好。你好。哇，咱真正非常无简单，邀请到你哦，爱借着这个 Robot 来甲咱。大家哦，好好讨论什么叫做是社会企业啦吼。咱拢知影咧，伫10月哦，你带团去伊索比亚来参加这个社会企业的世界论坛。哦，这场意义是非常的，这个真好啦吼。啊，尤其你是少年耍几啊届落去参加，这回这个主题到底是啥物？先甲咱了解一下。好，这届是真欢喜，会当伫伊索比亚参加社会企业的世界论坛。对真侪台湾人来讲，非洲大陆甲咱若像离真远。毋过伫即届论坛，我看到讲，毋管是环保，还是教育发展，还是性别的议题，还是科技的应用，伊索比亚甲非洲的朋友爱面对的挑战，甲全世界逐国家拄着的问题，其实拢共款共款，也就是联合国17项的永续发展的目标。咱人类爱同齐面对，做伙甲解决的办法找出来。甲咱共款，伊索比亚甲非洲的朋友嘛，透过社会创新创业，打拼解决家己国家的问题，亲像互善家人翻身，互教育普遍，建立顺权的经济等等。因的问题拢是台湾过去嘛捌拄着的问题，所以讲对遐个朋友来讲，台湾的经验其实足宝贵。有影啦吼，所以借着咱台湾的经验咧，到底安怎影响到这个社会企业伫咧世界论坛，咱的影响力咧，今日台湾大代志，就邀请乡亲好朋友做伙来对话。这部电咱先邀请到4位来宾，第一位是咱拄则小解过哦，行政院所谓政委邓峰，各一届甲观众朋友说一下 hello 一下。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到韩万囡仔基金会创办人，同款嘛是执行董事苏国正。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到多户接送这个车辆调度主任张家莹。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到中国文化大学法律系教授彭元仪。大家好。哇，今日节目真正是非常无共款，这个开场咱邀请到邓峰，又叫 Telepresence Robot 来到咱节目现场啦吼。咱头段嘛讲到，这个社会企业世界论坛哦，其实有伊的意义所存在啦吼。咱讲咧，对着社会经济，甚至着外交，拢有影响着啦吼。伫咧外交这个战处，咱会当借由这个实力啦吼，咱社会企业做了真久长的这个部分啦吼，对社会还是讲对这个国际有啥物影响力咧？即马台湾代表团40几个人，利用即届的机会，甲阮经验讲互较侪人知影。是。那会当展现咱即阵一直咧讲的台湾 can help， 佫有可能变出新的撇步，互无同的国家、无同领域合作佫较顺适。我认为咱会当伫人类共同的故乡参加即届的会议，实在是足有意义。都亲像社会创新的路程中，真侪行伫咱头前的人，即马已经是咱的典范。所以讲，台湾的社会部门、经济部门的朋友，一直分享家己的经验，就会使去开创新路。伫这段的时间，我甲12个部会的同事，同齐甲大家做伴，甲台湾温暖的力量贡献，互全世界知影。是，所以台湾 can help in many ways 啦吼，就是讲台湾会当帮助这个国际有真侪种方法啦吼。咱特别来带大家看讲哦，这回这世界企业社会论坛哦，伫咧国际这个论坛伫伊索比亚来进行，咱先带大家做伙来看。社会企业是一种新形态企业类型，结合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甲以改善社会问题为目标的社会团体两种组织，想要以经营企业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台湾嘛对着世界脚步，有真侪人拢咧做社会企业，打拼改善台湾的社会问题，甚至出国交流。亲像参加今年伫非洲伊索比亚举行的社会企业世界论坛。今年是SEWF 第11年举办社会企业的论坛，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特别是今年是第一次在
发展中的国家来举行。那为什么台湾要特别看重社会企业？主要是因为台湾走过一段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台湾累积了很多我们反思的结果。由英国文化协会举办的社会企业世界论坛 （Social Enterprise World Forum） 今年已经举行第11届，是世界上大的社会企业交流活动。去年第10屆在英国的爱丁堡。今年第11届是头一擺喺開發中國家舉辦，嚟到非洲嘅伊斯奧比亞，攏總有來自67個國家，超過1200人到陣來參加。I can't wait to learn more about Ethiopian traditions this year and how these positively influence the growth of social enterprise here in Ethiopia. 這擺台灣代表團由行政院所會政務委員唐鳳做團長，是海外基金會執行董事蘇國珍做副團長，攏總有40個人到非洲參加今年的活動。台灣代表團40個人利用這個機會，甲咱的經驗講互更加儕人知影，那會當展現咱一起來講啊，台灣 can help。佫有可能變出新的撇步，和無共的國家、無共的領域的合作更加順適。台灣代表團有7位社會企業工作者喺論壇發表演講，其他參加人嘛透過參訪伊斯奧比亞當地社會企業，參加論壇會議討論，甲各國嘅社會企業工作者交流，分享台灣嘅故事，嘛吸收世界經驗。記者施漢俊，伊斯奧比亞採訪報道。台灣的故事會當變做是世界的經驗啦吼，同款咱要閣邀請到咱的這個執行長啦吼，就是過去咱佇咧這個漢萬囡仔死罕兒這地啦吼，做25檔啊，咱這個經驗咧，佇世界上講有咧，還是講咱是行佇真頭前的這個國家？其實25檔前是安怎，阮會用這個喜罕兒這個名來因是一個天公疼憨人一句話。是。啊，爸母疼憨囝，因為我本身也是爸母，是，吼，所以這個25檔以來啊，咱一步一腳印安尼踏出去，做烘焙、做麵包，啊，目前佮在有這個餐廳，啊，甲冷凍食品這個工廠，是，哦，一切嘅攏是為着咱這個憨囝要安怎生存佇這個社會內底，啊，這個規模。是愈做愈大，啊！全世界若像死罕兒即個規模的，目前我是無看到。吼，啊，有人比死罕兒較早無，因為死罕兒最主要毋若是講為着遮個囡仔，咱主要是互遮個囡仔有工課。是。吼，啊，工課對於即個工課內底會當去創造因。會計得出來。有影，較早咱講吼，因這個是資源可能較消耗的這部分，但是因後擺會當變成這個創造者啦吼。誒，資源的創造者，是，會當對這個被服務的人，變做會當服務社會的人，這對因的生命來講是一個足大的改變。一種自我實現吼。自我實現啊，自力更生。是，所以世界上看到咱的這個經驗，因攏安怎互你回饋咧？因攏講讚，比一個讚的吼，是，所以咱看到這個經驗，對着因來講，咱講哦，這個咱是第三部門啦吼，這個志願者啦吼，甲這個使命，這個社會這個使命，用到第2部門行銷，還是講這個手法啦吼，來去做這個第1部門公部門，因所做的這個社會改善這個社會問題。我嘛看到你這個手辦吼，是啊，這說明啊，就是講。世界上對社會企業來講呢，伊的定義啊，足濟無共款的所在，逐個國家有逐個國家的定義。吼，所以我為死罕兒遮呢定出來，就是講以第3部門的使命是做本質，然後以第2部門的經營來作為伊的方法手法，吼。來解決第1部門的社會問題，所以這是啊，死罕兒遮對這個社會企業的一個定義。啊，咱嘛做到25檔啊，咱講吼過去做這個做芳
啊，甲即阵哦，佫有开这个日本料理的餐厅啦，这个厨房啊吼，而且讲头拄啊做这个肉品、分类食品啊，做米糕也有啦吼。因遮会使互遮的汉字啊，咱讲汉版囡啊，因会使做啥物款的这个自我实现的。哦，因伫工作中会当啊，和社会做交流。是。吼，阮的所有的遮个烘焙屋，也是讲餐厅，拢一定开伫即个社区内底。吼，啊，和社区的人会当做完全的交流。是。吼啊，互社区啊会当认识讲，遮个囡仔、戆囡仔，伊也会当对社会有贡献。吼，所以这是双方面的一个真好的活动。是。啊，咱讲。做到第二部门有行销这个本质，还是讲这个手法啦吼，咱要去甲这个基金会甲推广出去，这嘛是一个这个行销上吼，爱有这个概念。恁拢用啥物种这个方法的？其实像讲，最早期啊，阮开这个烘焙屋出来的时，花旗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伊就来访问阮，吼，甲阮赞助，因为这个是一个创新的一个 idea，吼，所以伊足认同讲，互汉儿会当直接去参与社会，吼，所以伫迄个资源上伊有充分的 support，吼，伊为是汉儿发行这个认同卡，吼。到目前爱当使用，所以这是一个 long term 的 partnership，跨界，cross boarding， 就是讲这个社会企业嘛是要英式来经营，对，这个英式的概念，头拄咱们灯红嘛讲到，是，所以咱英式经营是，咱伫咧英式的这个推广，佫有啥物这个想法咧？其实照顾是汉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爱一条漫漫长路，唔是讲你照顾1个月、2个月、1当就会当结束的，吼，这是一批搁一批的这个汉语出来了，你都要不断地甲照顾，所以最主要就是讲，咱会当得到这个资源以外，就要去创造资源出来，吼，即马汉语伊本身就会当做这个代志，吼，创造资源，是，吼。会当自力更生，会当互政府的照顾的力量，会当较放轻松，这都是阮的目的。有影吼，所以咱讲这个社会企业有真侪种赞助啦吼。另外一个这个代表，咱要来请教咱的这个督福这个部分啦吼。咱做这个吊车服务做偌久啊？我踮公司已经7年啊。7年啊吼。7年来啦吼，咱安尼服务过的这个人数，应该是算上千、上万啊啦吼，遮尔啊济。咱即马开发的吼，自过去咱这个吊车这个服务啦吼，安排这个障碍者，因会使另有甲杀的这个服务啦，是讲，甲即阵也佫有这个旅游的这个行程吼，这个障碍者嘛会使踏出去这个外县市啦吼，甚至出国。这个内容，恁先甲咱了解一下，甲这个社会企业的本质到底是有真什么小白这个所在？公司本身一开始吼，阮头家是Jeff嘛，是叫徐佐夫先生。伊拄开始要创立这个公司咧，是因为厝内底是大跋倒去。嘿，要叫车的时阵，要叫政府的富康车辆，一般拢是爱有证件，是才有法度通好叫。因为这个原因，伊毅然决然。辞掉伊原本的工作，是，伊原本是咧做这个影片啦，做导演的这个工作。家己开始开发开这间公司，是。拄啊开始做，就是做接送的，轮椅接送的。咱过程中，感觉讲，这厝内要照顾人，甲互照顾的人，拢有一寡压力伫的。有影。吼，长期照顾，所以阮开发出。会用带厝内的人去佚佗，是。即马佚佗的所在有国内、国外拢有，嘿。国外咱先带观众朋友看来。国外吼。塔哥西嘛，嘿。鹿儿岛嘛有啦吼。对，鹿儿岛泰国。伊是泰国。含大陆的青藏，我嘛有开发啦。好，这几个所在，
因带规家伙啊，斗阵好好放轻松，是，慢活啦。真正啦吼。对，主要阮是嘛是配合国内吼一寡台北家人、新竹，政府的一寡旅游。一寡旅游拢伫遮啦吼，对。但是咱咧讲吼，这个接送服务，尤其咱是服务这个障碍者吼，因为这个需求咱一定要照顾好着。事先咱伫这个旅游经这个打线的时阵，一定要先去勘察过啦吼。对。这个部分你拢做甲真照稳吧？一定要先去调查过。包轮椅安怎要安怎行的位，吼无障碍的厕所，餐厅。这一寡拢爱调查清楚，是，对，所以咱看到恁接送服务吼，就是嘛是一种社会企业的这个本质啦吼，就是讲咱第三部门啦吼，恁是头一间哦，台湾第一间这民营的这个富康巴士啦吼，会使安尼讲啦吼，就是讲过去咱看到这个社会问题，就是讲可能这个无证照的啦，是拄跋倒的，有这种需求，但是得袂到这个政府。可能爱证件，还是讲证照这个部分来去认定伊是这个障碍者，但是我就是有这个需求，但是政府无法度随时来甲 cover 去啦吼，所以恁就用这款的方式，另外产生这种社会企业，经营到达已经7年啊吼，你感觉到现主时所伫咧法规头顶啦，还是讲顶的这个问题拄到的困境有啥物咧？一寡要亲像车辆。咱车辆当时法规的认定啊，是你验车落来要足久的时间，验车的时间较长。有当时啊，政府的规定就是我们富康车辆有一些要验车的时候，它有一些规定嘛，所以就很难判定。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一些政府的现在虽然有长照的补助，是登记照护这个补助，对。但是嘛是无够，对，使用的人嘛是真侪啦，对，咱一般派出去的车辆已经真侪啊，政府的嘛真侪，还是不够，还是不够，就是需求也真侪啦吼，就是无够用。虽然咱有这个民间的这个部分出来，咱要改善着这个社会问题，但是这个需求也是遐尼侪。头段嘛讲到这个验车这个问题啦，继续咱要请教这个咱的这个教授啦吼。其实咱头段有讲到。伫咧困境头顶哦，这个法律上哦，咱咧讲这个公司法啦吼，还是讲有咧讨论检疫这个法律等这个部分哦，先请咱教授哦，看咱这个法律会使安怎改进，会使安怎改步。讲到迄社会企业法律的观念嘛，我是讲吼，是看亲像这个雨伞，伊是。要包含3地啦，是，这地是一般的公司吼，盈利的公司，伊会使来负起社会的责任，我讲是公司的社会责任，一款是吼公司型的社会企业，伊在公司法内底吼会使合规啊合法的，第三项就是吼非盈利的迄种组织吼有迄政府的。补助甲支持，或是迄在3地。去年吼公司法修法的时阵吼，有加一项，迄个第1条第2项吼，加一个所有的公司吼，拢咧负起吼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这个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了吼，这个问题就是公司法缺了一个章节，章节看解几句嘛，是安怎讲的？要好迄一般的公司吼，因为现在公司法第1条吼，第1项还是规定吼，所有的公司拢是盈利为主的公司，公司意思就是公司是要来趁钱，伊的目标是要来趁钱，你是要来照顾社会甲环境，是可是，阮看即个社会企业，伊的目标是要来解决社会问题，甲环境的问题。趁钱就是来 support 来支持他，来支持伊的目标。所以我讲吼，所有用商业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这些企业拢是要法律要来法律会使来解决伊的问题啦。所以这个法律的这展出，咱等下有
部分哦，会好好来讨论。咱先带大家来看讲哦，什么是社会企业，更较深的来认捌一解哦。啊，什么这个类哦，咱亲像这个孟加拉啦吼，也是讲咱台湾的类有什么？咱先来看吼，社会企业的这个定义啦吼 ，social enterprise SE 啦吼，兼顾着社会价值，甲这个因有这个能力吼，当得到这个利益啦吼，这个组织用着商业的模式来解决着社会也是讲环境的问题啦吼。啊，这个营业的这个部分呢，主要是来投资社会企业本身哦，解决社会这个问题，唔是哦，互这个出资的人哦，也是讲这个所有者来得到上大这个利益啦吼。啊，帮助政策无当照顾的人啦吼，也是讲这个 NPO 咧，就是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啦吼，非营利组织啦吼，甲帮助这无力协助的这个族群啦吼，甲这社会企业用商业创新的这个模式来解决问题，提供这个有社会责任，也是讲促进环境保护的这个产品，或者是服务啦吼。啊，为着弱势这个社群创造就业机会啦吼，也是讲替这个弱势，也是讲边缘的这个族群提供产品甲服务。咱就几个咧，咱看到才有这个孟加拉乡村银行向这个善车人哦提供无需要抵押这个小额这个贷款啦吼，也是讲黑暗对外社会企业来帮助这个看袂到的人伫社会上来徛起。第三来看咧落嚟哦，社会企业解决着税处这个问题，啊，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咧来专注着这个防烧烫伤加这个患者这个部分啦吼。继续，咱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哦，亲像 SOP 啊吼。伫即回有差不多，阮去参加，咱记者甲这个长虹哦，做伙去参加吼。去遐看到这个现象是啥物？因遐有8成的人是做事人吼，足侪囡仔自细汉就伫遐放牛啦吼，甲出去斗三工伫田里做工课，无法度去学校来读册啦吼。规国家捌字的无到一半啦吼，所以因嘛有一个社会企业目标，就是要来帮助后一代来捌字啦吼。因为这设计的字卡是教具啊，拢会当互这囡仔做一届来认捌啦吼。其他咱看到另外一个这个协会吼，伊是 EWAR 啦吼，伊个 Women at Risk。伊是要解决这查某人吼困境的这个组织啦，伊的目标是甲高不二种伫街头徛壁这个非洲妇女哦，来斗三工，互因会当离开性工作啦。咱先做回来看。伊是努比亚，是伫非洲东北的国家，面积是110万平方公里，是台湾的30倍，人口1亿，差不多是台湾的4倍，其中拢总有82个民族。逐人平均的 GDP 是853块美金，敢若台湾的3%，算是较落伍的较发展国家。伊是努比亚这几档一直在发展，不过嘛出现真侪爱解决的社会问题。亲像伊是努比亚有8成人是做事人，足侪囡仔自细汉就爱去放牛，家出来斗三工做田地工课，无法度去学校读册。规个国家捌字的人无到一半。社会企业回头铁路的目标，就是要来帮助后一代捌字，因设计字卡顶顶的教区，互父母甲老师会当伫厝教囡仔，伊是欧比亚当地本土语言的文字，袂叫做青梅句。There are a lot of educational materials imported from abroad. In English or in other languages, but here in Ethiopia there are lack of educational materials in local languages. For example, in Amharic, Tigrinya, Oromifa. So I come up with this new idea to design, to produce and distribute these learning aid materials to help kids to learn or to know their own language. 伫伊是欧比亚首都阿迪斯阿巴巴郊区的社会企业 Erita Women at Risk 是一间要解决查某人困境的组织。因的目标是要甲不得已伫街头徛壁的非洲妇女斗三工，互因会当离开性工作。2012年，因成立 Erita Prada 训练妇女制作围巾甲链仔卖去外国。毋但互因帮助妇女有法度自立，嘛互组织有收入，会当帮助哪侪妇女。另外一间社会企业 Tabita Ambulance 是伊是欧比亚一间民间救护公司。无像台湾，伊是欧比亚政府的救护车，爱用真侪时间才会出现伫因需要的所在。足侪人因为安尼袂赴去病院煞来过身。Tabita Ambulance 的创办人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成立公司。一开始因为银行无愿意借钱予伊，佮甲家己的厝卖掉来买救护车。
bankers almost say that who care? We care about the life. Where is the money? Tell us how to generate money. So no banker were willing to give me money. So I sold my only house in 2008 to buy minibuses to change them ambulance. 伊是欧比亚有真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透过成立各种社会企业，希望用经营企业的方式，募集社会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台湾的社会问题可能无像因遐尔严重，也毋过，咱嘛会当透过因的故事思考，台湾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除了透过社会运动甲政治改革，敢会当嘛透过社会企业的方式来解决咧。记者施汉俊，伊是欧比亚采访报道。伫社会企业世界论坛头顶咧，咱看到济这个部分啦吼，咱要继续来带大家看讲这个世界论坛这个小档案是啥物啦吼。咱先带大家来看讲，伊这个大型哦国际非政府这个论坛呢，是结合着这领导型的社会企业哦，甲国际合作模式来推动支持全球社会企业的发展，来解决这个散车这个问题啦吼，甲环境、失业等等的这个全球性社会问题。啊，第一年呢是2008年后伫咧英国Edinburgh 来头一摆来举行，后摆咧逐年拢定期来举办。啊，今年咱头拄有讲到伫非洲的这个伊索比亚，头一摆伫咧发展中国家来举办吼。今年度的这个主题是探索过去啦吼，甲未来。啊，咱台湾吼嘛真积极来参加着这个公部门甲私部门这个合作这个形式啦吼。继续，咱要请教咱的政委啦吼。咱其实安尼看起来，咱讲。台湾的这个经验会当是真做这个世界这个典范嘛吼，互因甲交流。啊，伫即回咧，咱伫国际上学到啥物咧？1974年，伫 Ethiopia 有学到一组咱认为骨头的化石，就是大家知影的 Lucy 啦。啊 ，Lucy 生活伫大概320万年以前，啊，科学家会认定。人类的起源地伫东非，其中一项重要的证据就是这，所以我认为我家己学到的，就是一个 Homo sapiens sapiens， 跟那现代智人的这个观念。无论伫世界伫啥物所在，咱面对的问题拢是共款的。啊，咱学到讲It's nothing about Homo sapiens without Homo sapiens， 就是讲，咱伫社会企业的工作内面，咱就会使想讲，咱的解决的方法，敢会当apply to the world， 就是讲世界拢通用世界性的问题，甲伊解决，啊，毋是讲台湾的问题尔，安尼。咱继续要请教咱的政委啦吼，过去咱讲哦，这个社会、这个企业，还是讲社会创新吼，过去是个人为出发啦吼，啊，你进前嘛有咧推测着讲吼，组织推动吼，共同发挥影响力吼，有一个生态系这个概念，先甲咱小解者好无？好，伫有一个网站 si.taiwan.gov.tw， 跟那 socialinnovation.taiwan.gov.tw。迄就是甲联合国17项永续发展的目标，甲全台湾无共的组织的生态啊，敢若 co-op，for profit company with profit company， 敢若 foundation 啊，universities， 迄种咱家己家己知影的组织的生态啊，和英文敢若 translate 尔啊。So I'll speak in English in this time because it's difficult for me to speak in Daigi for this part. No matter which organization type or whether they have an equivalent organization type in the other jurisdictions around the world, we translate whatever we're doing in terms of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ur works in the co-ops and so on, all of it into the 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o that it can be discovered among not just ecosystem partners in Taiwan, but all the ecosystem partners in the world.
是，就是讲无论什么这个形态啦吼，咱做一寡这个转型这个部分啦吼，嘛是爱达成咱这个永续发展的这个目标啦吼。继续，咱要先来请教咱的这个基金会这个苏国珍咱的这个执行董事啦吼。其实咱头都有讲到，有一个真感动的故事，就是25当前，这个查某囝也14岁的时阵，伊唱到这个世上只有妈妈好，该做是世上只有爸爸好啦吼。迄条歌对你也是讲是真感动啦吼。咱先回顾这个故事一下呢。好，谢谢。伫1991年，我心脏有问题，是，所以手术了的一个阴暗，厝里的人带阮祖囝，来病院甲我看，是，啊看到我倒伫病床顶头，是，甲较早我拢无共款，我较早毋捌倒过病床，吼。啊，所以伊毋知安怎，家己就行到我面头前来，啊，为我唱一条歌，伊唱世上只有爸爸好，有爸的孩子是块宝。我讲奇怪，伊哪会当甲这条歌原底是唱给妈妈听的，啊，甲妈妈改做爸爸，吼，是，所以像这款的囡仔。也有伊的潜能存在，是，咱哪会当甲放弃？就是安尼。伫这个1995年，我和阮太太，就创办这个时汉的基金会。是，咱讲伫这个高雄出发啦吼，啊尾也得到他对我们讲到是这个有银行来发表这个认同价啦吼，嘛认同恁这个理念，咱嘛讲到这个永续经营这个部分啦吼。不过咱嘛讲到。讲倒来吼，就是讲这25当来，你有拄到什么困境无？还是讲政府？伫咧咱虽然讲是要第三部门要替政府哦第一部门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但是咱现在是拄到什么问题？其实政府甲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善心人士啊，对这个囡仔来讲，拢有足大的帮助。是，吼啊，对资金来讲，也是讲。政府伊释放出来伊的所在，场所会当互时汉落入去开烘焙屋，也是餐厅，这阮拢足甘心啦，吼，啊，真感动，就是讲社会还是有足温暖的一面，有影，吼，啊，最近有一个就是讲伫个古亭，吼，古亭伊即个捷运的广告内底有。一个社会宅，社会宅，阮要搬入去，煞拄到当地居民吼，已经搬入去遐居民有即个阻碍，吼，所以变做即个过程不断的即个社会问题就慢慢出来，所以阮对即个部分呢，也是爱感谢讲，政府伊有即个公权力，伊爱执行，爱落实，会当帮助这个身心障碍者，会当有进一步的好的所在，会当搬入去，互因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所以当初是甲咱讲到，最近厝住受到这个打压啦，这个社会，这个交通也无遐尔充足啦吼，所以政府也是讲这个社会这个部分会当安怎来帮助安怎交通咧？咱各位等到来请教咱的这个政委啦吼，就是讲咱有咧推测到这个社会企业甲这个社会交通，可能也有一段这个差距啦吼。There is a gap between social enterprise as well as the public or the citizen. So how can we solve it? Yes. So it's important to know that social enterprise is now a common word among especially people who are younger, but also increasingly with the elderly people. We have done a survey every year with partnership with the social sector and the institution of academy. And as of this year, more than 1 person in 3 know what social enterpris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means. And so
This means that social enterprise is rapidly becoming a mainstreaming idea that whenever people look at a social problem, people immediately, instead of thinking we have to wait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ke a budget for it on the next year, we will instead do a crowdfunding, do a crowdsourcing to show the government how it could be solved within a year or so. And so when we see the successful pilots, we would then use mechanisms such as the presidential hackathon to make those solutions scale, because every year the president, Dr. Tsai Ing-wen, looks at those social innovations and give 5 trophies. And each trophy is a presidential promise that whatever the social innovators have done in 3 months, we agree to make it into a national policy. For example, telemedicine that starts at the Orchid Island, but now is spreading to more than 100 remote island and indigenous places, is one of such social innovation that become a national policy within a year starting this year. OK， 所以这个咱所有政委头拄嘛讲到啦吼，其实吼，咱的这个机制啦吼，逐年拢有做一寡这个 survey 啦，就是做一寡研究吼，去推动一个机制啦吼。啊，亲像咱头拄嘛讲到蔡英文，其实伫咧 solution 才嘛做一寡这个规划啦吼。咱头拄嘛讲到这个 budget 这个预算这个部分嘛去做推测，上重要就是这个社会交通这个部分啦吼。过去咧，这个东方嘛讲到吼，过去这个人数吼，捌这个 social enterprise 社会企业的人吼，自这个过去3个人，可能即马的人脉吼，可能搁较提升，可能5个人搁较侪啦吼。啊，其实咱嘛讲到伫经济方面的应适发展啦吼，啊，袂少企业家意识到这个经济发展需要共时间来照顾着这个环境甲社会方面啦吼。共款回答到这个问题，就是讲咱这个韩万语啊。拄到这个问题啦吼，社会对话真正是爱有的啦吼，咱要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接送服务啦吼，咱多服这的部分。头拄仔咱讲这个困境需求遐尔济，但是咱即马佫有推测到拄到这个困境啦吼，咱即阵安怎甲这个政府做一下沟通，还是讲甲这个民众吼做一下沟通这个部分？一般来讲，就是民众订无政府的车，才来叫阮的车。是啊。做坐久了以后啊，才来感觉讲啊，阮参政府的公办的车是有差别的。不管是车辆还是服务等等吼。是。主要就是讲，因为轿车它是会有分时段去的啊，因为区段不同，可能分3天5天。啊，因为订车无方便。是。无法度。临时叫车，无法度临时叫车，这是主要的。临时叫车是最重要的。有当时阮会当排出来，就是讲，我随因为时大无细哩去跋倒啊，我无可能随叫公办的车一定有车。迄真早就爱注文，对，无法度临时临了来甲叫。对，啊，打电话去来阮公司的时阵，阮有法度就尽量家己排出去，就处理这问题。啊，上下楼梯时大。啊，无法度上下楼梯，我们就是用爬梯机啦。这给帮伊做服务啊，咧。是。主要就是民众其实有一些期待政府的一些可能这长照的，慢慢的能够补助他们的一些政策。对他们来说可能会当然会方便，但是还是很宣传上面效果啦。现在还是不足啦。所以咱头拄有讲到，这个第3部门要解决第1部门这问题，第2部门这个私人企业行销的这个本质，也是这个手段吼，就是行销这块，还佫去甲推测一下吼。咱想要佫带大家来看讲哦，这回这个社会企业世界论坛哦，主办单位是这个英国政府的这个 British Council 啦吼，啊甲这个英国政府来合办啦吼，啊英国政府哦，这个文化协会其实就是尊重着这个一中这个原则，啊嘛有这个一个风波伫，咱先来看一下。社会企业世界论坛的主办单位是英国政府成立的英国文化协会 British Council， 甲英国政府同款，英国文化协会嘛遵守中国的一中原则，甲台湾看作是中国一部分。因发互过去甲一摆的主办国，伊是欧比亚邀请函，咱的国籍甲出发的国家拢是写中国，无用咱家己的名。也毋过台湾社会企业甲代表团展现出来的能量，煞是摆伫头前，甚至会当甲别国家的社会企业斗相共。
台湾的社会创新的能量在国际上其实是非常浩大的。去年我们72个代表，在整个1200位参与者来讲，算是外籍人士团队人数排名第3，在非英语国家里面是排名第1。所以这一次非常震撼，在国外里面看到台湾社会创新的能量，跟政策还有法规其实是蛮先进。去年我也协助爱尔兰的朋友，跟政委还有跟余委员去做对接，去了解台湾的政策的制定还有法规制定的经验。唔通甲别人斗相共，咱参加社会企业世界论坛，嘛为别个国家学到真侪物件。除了较出名的希望之基金会甲第一社会企业，伫台中做社会企业创业培训的郭心颖，来自南投的原住民族学院促进会，甲伫花莲做社区营造的牛犁社区交流协会等等，真侪台湾世界友志，拢嘛做伙去非洲。有的人甚至已经参加几摆，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帮助咱家己伫台湾经营社会企业。阮会常常来参加，是因为以早阮毋知影阮咧做的工课叫做社会企业。阮是想讲去甲米兰看到人咧做，然后搁去看纽西兰其他国家咧做，较知影讲咱咧做的工课叫做社会企业。来这一部分是讲咱在学习，学习的过程当中，咱也会当吸收足侪新的知识、新的智慧，所以把这套会当搬回去台湾的事，嘛是足好用的啦。真的很值得，因为就诚如刚刚慧文说的，那如何让我们的产品跟市场对话，然后来看看大家的产品是哪些，然后扩增我们的视野。那我们每次都会带3、4个年轻人一起来，就是增加年轻人的视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前年的时候，我们在纽西兰，因为他们那边也是毛利族，然后有就是跟我们一样也是原住民的，就是产业，然后在发展社会企业，就是借鉴到说，原来我们可以运用我们自己在地的产业，看到我们自己需要去解决的问题，然后去发展在地的一个社会企业。除了甲其他国家参会的人实际交流，咱伫论坛打会的名嘛是用台湾 dedication。这摆高成功进伫会议举办的所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总部。会议期间，逐工拢有真侪来自世界各国的参加者小招问，想要了解台湾甲咱社会企业的特色。透过参加这摆的论坛，搁一届的成功将台湾咱的名行出去。记者施汉俊，伊是欧比亚采访报道。用台湾咱的名行出来，继续咱先搁请教咱的政委长峰啦吼。咱要讲到，其实哦，咱受到这个 One China Principle 一中原则，中共的这个一中原则吼，因伫这个国际社会实际，咱甲咱做阻碍啦吼，也是讲压制、打压用足侪种的这个方式啦吼。咱这回去这个部分吼，邀请函是写到这个中国这个部分，无用到咱台湾啦吼。其实咱要搁来请教，就是讲吼 ，Due to PRC's One China Principle。They suppresses us in many ways. What's the breakthrough that Taiwan can help? What's the breakthrough of this? So there's 2 different dimensions to this. One is in officially UN convened meetings. For example, in 2017, in the UN convened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n Geneva, the building itself, because it is hosted by the UN, requires somebody entering the building having a passport that is recognized as a UN member. At that time, our usual solution is to send the robot that you're seeing here to speak on behalf of me. And so this way, the robot doesn't need a passport, and we can talk abou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because the SDGs is explicitly saying that leaves no one behind, meaning even people who are not state representatives, but rather representatives of people who are affected by climate change, affected by any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sues, have an equal seat as other UN members. And so that is the first way, through telepresence, to talk in an officially UN convened meeting in a UN venue. And this is what I have done repeatedly. Also, it reduces carbon footprint. And the second way is, like for this time in Addis Ababa, although we convene in a UN venue,
The convener is the British Council, and the British Council is bound, of course, by the One China policy, quote unquote. And add to that, the word Taiwan mean two different things in the international setting, because the PRC also has Taiwan as a so-called province with so-called 13 deputies representing the so-called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at, of course, doesn't describe any of us because we don't have provincial delegation or head of province anymore. And so when I entered Addis Ababa, I presented my e-visa saying that I'm from Taiwan, a republic of citizens, and that disambiguates the term Taiwan as a republic of citizens instead of as a province of the PRC. 你话东方政委伊就讲到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亲像咱讲的这个 telepresence 这个 robot 用机器人这个方式哦来代表这个部分啊，较早过去要入去 UN 这个 building 哦 ，UN 这个建筑物内底哦，是爱用这个咱的护照啦吼，啊伊用着这个 telepresence 这个远端的这个技术啦吼，来到现场来表达伊这个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啦，永续目标发展的这个部分啦吼。第二个部分，咱讲到引起这个伊索比亚时阵，因就用着这个 PRC Taiwan Province 这个名这个号名这个方式啦吼，来甲因做一寡这个有做一寡这个。部分的这个解说啦吼，所以用到这两种部分，拢会当用到咱头头讲的 in suppress， 就是压制咱哦打入台湾，咱安怎做一个 breakthrough， 就是做一寡突破啦吼。咱头头嘛讲到这个远端机器人啦吼，咱来看一种咱嘛有经历，这个机器人吼到底是偌尔这个好用啦吼。伊基本上就是会当自由移动感应这个视讯的这个装备啦吼，安装着咱头拄看到这个 iPad， 甲远端的远端吼，这个遥控这个电脑，就会当做成一个视讯的会议的这个设备啦吼，安装伫咧会当行这个机器人头顶，这个咱讲吼，伫商务还是讲医疗保全、行政等等这个方面啦吼，啊应用状况呢，咱讲伫 FDA 当用着医疗机构这个使用吼，但是咱东方。这个咱行政院所谓政委用着这款的方式突破掉咱台湾这个外交上的这个困境啦吼，嘛是一个突破啦吼。所以台湾 can help in many ways。咱会当入去 UN， 会当用着这个 telepresence robot 去行入去这个国际社会啦。继续，咱要搁等下讨论的是，就是讲这个社会企业。拄着法的这个问题啊，头拄啊这个教授嘛有讲一部分，但是咱要继续讲较深的。头拄啊咱讲的这个公司法第一条，伊所讲的这个公司是以着盈利作为目标啦吼。依照本法的组织甲登记成立的这个社团法人吼，第23条咱嘛有讲到啦吼，是讲公司负责人爱忠实执行业务，爱善尽这个管理人的这个注意的这个义务啦吼。那违反到这个公司有损害啦吼，还是讲都爱负着这个损害赔偿的这个责任。影响是啥呢？就受到这个公益目的的这个公司啦吼，因若是落入去追究因的这个目的，啊欠缺法律的这个正当性，这个危险呢，公司存在这个目的以盈利为主，自然的倾向以股东利益上大化为优先的这个考量吼。所以讲，追求股东以外第三人的这个利益哦，有可能是认定违反对公司重视的这个义务啦吼。咱继续请教教授啦吼，安怎来看讲？咱头拄嘛讨论到社会企业拄到这个公司法这个问题，还是讲这个无利这个公司法无利这个不利社会企业发展的这个部分咧？亲像主持拄仔讲过吼，公司法吼的上大的问题是，伊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去做的，所以规则拢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去设计的吼。啊，这就造成了很多吼，那些社会企业、社会企业的头家，伊想要经营公司的时阵哦，就拄到这款的问题啦。是，那是趁钱的时阵吼，伊想要来要来照顾社会是迄环境的目的的时阵吼，啊，可能伊的股东就甲伊抗议啊。我投资你的钱哦，那你拿来照顾社会啊？我趁的钱我要回本啊。所以这款的问题，那这样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目前的法律上没有区分，没有区分是。啊，若是有区分的时阵就可以解决这款问题。社会企业要大汉市场的力量，市场的力量是最重要的。你不是靠政府的补助，你是要，我侪人甲你买你的物件
或者就这人要来投资你，你才开大汉。是所以现在公司法上大问题就是这款，有一个问题，我讲是息率啦。息率的意思就是讲有家公司的挂羊头被高吧，一讲几头做几头。是因为现在公司法上没有区分，所以所有的公司，因为公益是社会企业，一讲我是社会企业，我做公狗，我讲我是社会企业，就很多形象广告。可是法律上没有办法，所以温许讲公司法应该要来处理这块的问题啦。至少要求这块的公司要定期来揭露，做报告。那阮在一起真正是要来探钱，有目标还是要来教够社会？是这样市场才有办法长大。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讲社会企业若是要长大汉，然后就是讲这个因为现行这公司法无法度区分这个盈利型啊，讲这个社会使命型的这个公司啦吼，这个法规头顶这个部分啦吼，这个商业规模优势较大型的这个公司，有可能就运用着其他的方式，就是要趁钱为目的了，甲社会责任可能有这个小违背这个所在吼，所以这个法头顶过去嘛，这个人咧这个倡议这个立法头顶爱改变啦吼，所以咱啊这个法的这个部分啊，当继续去改变吼，真正是对这个社会企业这个运行啊来讲是更加需要的啦吼，必须要的吼。继续咱搁请教咱的这个国政，咱的这个执行这个党事啦吼。咱安尼咧甲看起来，就是讲社会拄到这个困境，头拄仔咱讲是找厝的这个问题，咱要讲到这个饮食经营这个部分啦吼。咱看这个社会企业爱愈做愈大，头拄仔咱的这个教授嘛讲啦，爱互伊生大汉。咱讲那咱做这个汉网业啊，喜憨儿作为一个品牌，要互这个其他的，若是要有心要做社会企业，去甲咱讲 copy 也好啦吼，这是一种好的这个 copy。恁的这个典范，你感觉是啥物咧？我伫稀罕人基金会内底，在训练我的员工的时，我甲因讲4句话，你无我有，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廉，你廉我转。当你无的时，我已经有啊，我一定会比你较早。领先你。当你搁有啊，我一定爱比你较优秀。你有我优。当你也优秀，甲我以前共款的时，我就爱比你较廉价。cost down。当你也是已经甲我已经共款会当 cost down 的时，你连我就要转，我就要转去别位，转去别位，所以这4句话拢是讲，咱爱成长的时，就爱会当领先别人，领先，不断领先。是。咱搁要请教，头拄仔你讲到这个 cost down，就是成本爱降低。是。咱要安怎透过成本降低去做到这个社会企业盈利这个部分？因为到尾啊，你的竞争者会愈来愈多。是。当然咱是乐意看到讲咱的business model，就是商业规模、商业的这个模式，模式，会当互加较侪的这个 NPO， 也是讲社会企业，大家来学习，但是到最后的经营，就是讲竞争者愈来愈多的时，像阮在卖月饼，较早是时限就1间尔，即马已经是差不多100间拢在卖月饼，这正经讲起来，对于时限的影响是足大，变做咱的利润一定会分散去。要 cost down， 当然就要找讲咱有真侪的这个厂商，会当含咱有溢价，咱对溢价来讲，会有比其他的这个 NPO 还是 SE 社会企业搁较有这个竞争力，较会使。所以真正作为一个社会企业的这个经营者，毋能讲是这个社会责任尔，咱这个成本嘛是爱顾啦吼。无毋对。是，咱讲即回啦吼，尤其咱今仔日是这个12月要年底啊吼。是。明年1月就要到啊，咱即马爱推出是啥物物件？目前推啊同好的是这个
年菜，年菜哈。是。啊，因为阮这个第4个工厂是伫台南，台南生产这个生鲜美食啦，冷冻的食品是。因为这食品冷冻是用作新的一个技术，会当冷冻到零下40度，所以伊会当保鲜，伊的风味拢会当封调咧。是，所以阮这届推出来是用新的创意、新的点子、新的产品，是。这阮希望讲，这个年节的时，大家拢会当享用。真正啦，就是讲这个汉版囡仔因所做的这个物件，互因做有这个自我实现的这个部分啦，嘛互这个社会企业会当这个循环啦，当因有当这个有利润，会当来照顾这个社会企业这个本质，来解决掉这个公部门这个社会问题啦。咱就讲到这个第3部门。用到这个书名，用到这个行销第2部门这个部分，然后来解决第1部门这个公部门这社会问题。然后今日非常感谢4位来宾哦，尤其咱这个 Telepresence Robot 登峰啦吼，甲咱观众朋友说一下拜拜一下啦吼。拜拜。拜拜。今日非常感谢4位来宾来到咱节目现场讨论这个社会企业吼，对台湾来讲真正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咱台湾经验，那借着这届这个世界论坛吼，嘛真正阁行出去。感谢大家，多谢。谢谢。